厥斯坦阿勒泰地区清河县多年来从事农牧业的800户哈萨克人在城市化的名义下被安置住行楼房。突厥斯坦新闻网援引中国媒体报道称，800多户哈萨克族农牧民住进小区，搬进楼房，告别了世代沿袭的游牧生活。当局声称，政府将哈萨克斯坦人安置在阿尔泰建立的小区，旨在拯救人民免于原始生活和贫困。根据报道，在2011至2020年期间，东突厥斯坦将有76万多名牧民跃下马背，过上定居生活。值得注意的是，被安置在楼房的哈萨克人被迫接受汉语和法律知识教育。社交媒体推特及脸书周一接连宣布封锁其平台上的大量账号。两家社交媒体巨头说，这些账号散播关于香港示威的假信息。推特停用了936个账号，因他们散播虚假信息，目的是损害香港政治运动的合理性。推特还表示，上述账号是中国官方支持的咨询站的一部分。脸书则移除了多个页面、群组和账号，这些账号同样被指涉及散播关于香港的假新闻。美国最近测试了根据忠诚和力量条约禁用的导弹。五角大楼在一份书面声明说，美国国防部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尼古拉斯岛上测试了一种传统的结构化陆基巡航导弹。经测试的导弹从其移动发射器出来后，经过500多公里的飞行并准确地击中目标。该声明在实验中获得的数据称，它将有助于中型导弹的研制。法国总统伊曼诺尔·马克龙回答有关叙利亚问题的提问时表示，正如在索契停火协议中所要求的，需要在伊德利卜继续停火。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说，俄罗斯支持叙利亚军队在伊德利卜打击恐怖分子的努力。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马克龙在联合发布会上表示，他和普京将举行会晤，讨论乌克兰、伊朗和叙利亚议题。在乌克兰问题上，他希望在未来几周内以诺曼底格式举行峰会。正在芬兰访问的伊朗外长扎里夫在谈及美伊关系时表示，伊朗没有兴趣和美国就新的伊核协议开展对话。扎里夫当天在与芬兰外长哈维斯托会谈后举行的发布会上说，伊朗签署伊核协议时已经明确表达合作意愿，即便美国后来单方面退出协议，伊朗也仍继续遵守协议条款。扎里夫说，对话的窗口正在关闭，但是如果还有斡旋的机会，首先应把美国拉回谈判桌上来。